在中华溪湖有种葡萄的农民看到大阵家玲家己的葡萄都歹气，有够生气，赶去望家玲用水枪加写。好，今麦县府知影有这个代志了后，要来查证敢有虐待鸟仔的事实，若讲确定会来处罚。家玲的室仔，互网仔高调，安那飞嘛飞袂起，气到要死的果农是摕水枪甲钻，鸟嘛只好一直滚量。中华溪湖一个温室的葡萄园，拄着200只高粱飞入来找物件食，果农的损失真惨重。画面发起网络，刷电到互网友批评讲是苦毒动物。当然一开始是我的疏失没错了，我在这里也跟大家抱歉，我不是说刻意要虐待它，只是当下就刚好手上有个水枪啊，用就把它放生了这样子。今年2月，苗栗县的东路乡市的创园园，互民众举报讲有20只鸟仔吊伫个网仔顶悬，连保育类的动物猫头鸟嘛伫个顶悬，引发议论。这摆是伫个中华溪湖嘛引起争议。果农表示讲家己有2分地，辛苦种这温室的葡萄，即马当是采收期。代志发生迄天是发现高粱，看到芳德农入来，佫开始伫食，超过损失是700万块。迄当中有咧生气，但是事后已经甲这高粱放生，省人疏失甲各界回失咧。专家讲原来种的高粱有菌自性，发现假面就一点出现，是农作的海鸟。2只发现某一个地方比较容易有食物，就会成群结队的过去。它对农作物是一种害鸟，但如果就生态的角度来讲，也是保育团体不乐见的，因为它不是台湾原生种。依据《野生动物保育法》第21条规定，农民为防除野生动物危害农作物，可以架设网具予以猎捕。于采收季节结束后，请农民将网具拆除，以避免鸟类中网受害。中华县政府表示讲，农民为了防止野生动物危害到农作，会当设一寡网仔工具，做防御性的垃圾未甲因罚。但是若是一般的民众凊彩垃圾，会当照野保法罚因30万。建议农民会当向农粮署申请补助，设防护网、防鸟仔网，伫保护农作和野生动物之间找到平衡点。若靠到鸟仔查到是真的，就会甲因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